沙度沙度沙度，有报喜有报喜。我今日真欢喜看到安尼侪人来受戒，我听讲300寸，这个就是讲我看人早久开晓做好，特别有几哪项我爱加减落人。咱若是来这边，咱来受八关斋，咱对这边的路，安尼一个暗有一个路，一个暗一个路。你去坐仙的暗，伊要叫你坐仙、行仙、坐仙、行仙。然后这边的路就是伊有卡经，伊叫你像讲去念经下面。然后咱今日咱来啊，咱真正。会使讲感谢就高谢，伊互咱一个机会，互咱会晓来受戒，所以咱对伊人的路，像9点声念经，咱念经；来9点声食，咱食。了咱唔通讲较精的念经，咱把路只精老人去了，咱慢慢去，咱听台，轻便便听台，就较精啊，咱入去了，咱。这个就是讲啊，咱有 system， 你无听经你是上，唔通讲听经了有的人较精就是了，你人咱来便啊，即较精啦，咱较要入来，这个是咱讲啊，较有一个路。嗰一项啊，直去把日新的人直来，旧的人就要倒骹手看成新的人。唔通互新的人来到咧看，哎呀，这边豆豆，那边豆豆，这边我买菜，那边买菜，买。你看，你看，伊人耶稣教啊，伊人有一个 training 就，伊人有一个假释，或者伊人诶平 Christians， 较老诶来伫 church 关系了诶，若是看到这个新的呀，伊人挖去啊来这，你欠用虾米，落虾米无。So make them feel， 可以人看阿女我来到这边啊，大你看我真正有真正咧。even 伊若是巧，还是讲伊虾米，伊今日会晓来做好，咱要斗骹手伊。安尼样咱就是讲团经，咱讲经袂晓我团经做了伊会兴，人来了人来才留住，这个真正好啊。我第三项会记这大殿。爱点点，咱若是你看，有当时我捌来看，囡仔去佚佗啊，一路，咱做大人诶，毋使去骂，咱来讲阿爸，这个大殿毋通佚佗啊，一路，咱佚佗啊，一路，大面，安尼这大殿啊，拢总是 holy place， 清气诶所在，红光神明有伫诶所在，咱 respect 有礼貌，毋通互囡仔去，互人出来佚佗伫这边。所以若是人外面的人就入来看，哎，这边真正 serene， 真正calm，所以就是有好事哈。所以到这边今日我要刷了，要过刷了，这个今日第12地，这个叫做菩萨的 series。特别阿未讲这个刷了，这个马虎沙拉的故事，我今日要讲啊，这个叫做 success 胜利，真正这人爱会使讲啊，我渐渐地做好。到底我这样子做好啊，有了虾米的效果，互我看到。Any benefit， 我渐渐地做好，我保持，我修改，我节省。到底是要看到虾米好？伫这边今日我要听是安尼啊，头一项我要讲啊，今日人若是讲这句话成功。这句话成功啊，就是讲啊，我所爱的物件，我谈着 intended results， 我所想我要爱安尼，了我行的路，结果我谈安尼样，安尼就是咱来讲咱胜利。这个胜利啊，是讲成功，你打落来是对一项。会晓保持，会晓修戒，会晓节省。人若是会晓保持，会晓修戒，会晓节省，伊是有福气的人。伊做虾米物件，伊成功。
有个人会使问我讲，虾米事点无点你伫讲马虎沙达的故事，了你谈下一个讲也无，一个指标有关系无？有关系。因为你看落来的时，你看，伊一个人会烧台到全印度，毋是伊烧台啊，全印度的王101王来拍伊一个国，拍袂入，因为伊为虾米伊成功？伊即个为虾米成功对伫倒落来？因为伊是菩萨，特是伫保世界伊界限。咱这世间若是讲啊，一个人成功也是胜利 ，success， 这个 success 啊，这个胜利啊，有10号款的胜利。头一号款的胜利，佛经再来讲 ，success by resolve。一个人啊，伊决定心是爱虾米 ，and then 伊若是谈着有影伊爱物件，伊是成功的人。伫这边啊，头一号款的成功是啥物啊？伊伫做好的点声，伊想今日我伫做好，希望讲后过互我安尼谈着这个，谈着这个。到伫这边头一项成功是因为伊有了这个决定心，唔通乱闯，咱袂成功。我今日要来修改，我修改啥物要脱离这个苦，莫来做人。到你若是有了安尼，是叫做决定心，你做虾米事会成功的人。所以你看佛经的再来真呀济，前下久我捌讲一个故事，你看，这个人以前呀跳，做菜会一日甲暗惨，对来厝某讲米红无米，他连讲阿爸这个无。但某讲这个无，他等于亲戚讲这个无，安咱有一日伊看到这个回响，安咱伊保是，actually迄一日是安尼，伊个某互伊一丛的木镜啊，一个木镜镜，拉面半甲3倍掺落去，安咱一日啊，伊要行过咧港来看到这个回响，差不多日头时就要接。就要12点了，看到时讲，哎呀，我今日啊真正巧，逐回转去厝啊，渐渐听一句，这个无，迄个无，这个无，那无，因为我前下久我无保持，所以安尼人家要决定讲，今日我甘愿饿啦，我买食啦，这顿饭我保是叫我日头食，我来保持。忽然这个暗这个回想土无食，咱你看反正。接受我这个物件，咱一倒落伊目镜，咱一吐下面，伊下心肝，问题啊！我今日这事就是前下久袂晓保持，今日啊，真敢渐听无，今日我保持这个物件，大人啦，互我后过出心，人去听到这句话，无。你在前下久我捌讲这个故事，你看。未来伊来出世做佛的歌声来，佛的歌声是安努鲁达，你看伊伫佚佗外国里的时，伊佚佗书就发，了伊白别个朋友讲，你去叫了嘛摕过来，一道摕来，第二道摕来，第三道伊嘛讲，甲我的囝讲无过了，了老仔去讲无过了，咱个囝讲无过本爱叫阿妈出无过来。你看，因为伊系原嘞，伊想讲虾米一个鬼叫做无鬼，尼嘛讲，哎呦，我囝安尼好命，冚咩我来互伊知，虾米是叫做无鬼，系一个金碗冚一块布，了叫你老仔讲啊，即个安尼咬起我囝会知，虾米是叫做无鬼，但你唔对你系就安尼款的原。天公在啲帮落惨啊！即个俾即个囡仔行啊冤，我若是无安尼来互伊当无过啊，但是我无做我责任，所以天公系天顶嘅过落去，咱就开落去看到哇，安尼芳就食落去，达了，安尼好食，那虾米说啊？伊外国里买去都走去讲我的妈的，阿妈，你无赡养我。哎呦，囝，安怎你敢讲这句话？无赡养你，阿妈，你若是赡养我啊，你逐日做这个无过好啊，食阿米事你唔捌做这个无过，头一日我食着无过，
冒白头壳，我都下坑我，那没落在有影无？头家鸟开落去，敢若是鬼啊！鬼另外真要胖，咱也嘛知这是天顶好。按这个这条经，大致不大会讲啥有，所以看这个人一下也决定心脉。我听得这个人啊，所以若是讲啊，你看人若是会晓保持的后面有福气的人。你看古马关的故事，有一条故事我大致从金传来讲，你看伊伫保持甘蔗呢呐，啊，咱伊保持你看伊高土别行，伊土讲，好我快快跳出苦海，啊，伊小弟安怎讲？两兄弟啊，伊小弟讲啊，阿瑞万弟，我保持你这张甘蔗，你后过互我买3项，我若是出世做人，我是特别的人。我来出世做红光，我是特别的红光，按结尾互我跳出苦海快快。按你看伊歌入了立团，生死过罗汉，就比80呼的尖声，过了6个呼过，6个呼啊，就无就6个，过了6个呼，6个呼去了，伊马路接伊阿弟接要来出世特别的人，按照特别的人，你看伊要起厝的时，伊厝红光起吼，咱伊要娶某，红光去娶，有带了古鲁的查某来互伊做某，按咱伊来出家做和尚，你看伊按照特别，伊穿10卡手指，会叫王会惊要来偷袂起，伊讲我无互你偷袂起，土司偷袂起，伊讲你看无，我的人啊特别无特别。无人会摕我的物件，开互你摕，你袂摕。倘若我若是要互你看，我王啦，倘若我要互你这个10卡手指，你看你揣袂起，倘若我互你啦，开了手，一倒落去，上啊倒咧外骨里，噗噗噗噗落来，唔使出来。所以你看这个人是特别的人，跌下落来本是伫保持，伊start啥物啊？一张甘蔗。买来一张甘蔗咧，出世好野人，家伙直直来，来了一直直保持，直直保持。伊家己趁家伙讲袂要紧，伊个歌会家伙本就互伊，下面就会歌出家，伊过来，人讲啊，如来，所以伊这个就是叫做特别的人，所以这个胜利是对这个福气，这个福气是对保持，对保持唔是讲咁样保持回向。保持爸母是大大的肥地。第2项胜利，这个胜利第2项是叫做 success as transformation， 一变。你看政府就是我讲的这个故事，这个菩萨一直做海龙王，万一故一变一变做人出来，会记无一变做人来讨亲家咧，让人听完咧故事，一变做人。未贪，伊安怎做？拢总规矩诶，实地市场水百千只诶抓，一变个了出来，这个就是叫一 transform， 一变，伊是海龙王一变做人。and then 真啊这个事，天公本是想你看，天公伊要来讨某诶时候，你看这条效应。天公变做去食啊，老去食，人看了是老去食，就是要来讨某个咩？一变，还没事一变，因为伊人做好者，你假如做好，伊人静下久有界限，保持修改界限，界限了，伊有了这个安尼行动力，伊没下面伊会变，对个相顾出来。第3项 ，success as mind body， 这个第3款的胜利线呢，一个人若是讲啊，或者占声本是一个安尼，我静下久本是来讲这条故事。伊个歌看伊无用，一条死抓4个字读袂入，我来伊个歌赶伊讲，你唔通来做回销啦！一条4个字你袂读，安尼赶伊出来，你看不大知，不大编一个白布互伊讲，真的，这个白布拿来涂个香菇，直直涂，你就是讲洗香菇的垃圾，洗香菇的垃圾。伊就摕这个布直直涂，涂到拿了白布来看，哎呀，白煞变哦。然后讲香菇是垃圾，香，
这边一入中，不但看到一直关了呢，不但讲准的上古的垃圾是一个垃圾，特别新的垃圾是贪钱痴大业五件拢总噶了。这听着佢讲，哦，这上古的垃圾，这个新的垃圾是咧贪心，大啲心法去贪，就贪落去我是好人变无好，升地去好人变无好。妄想去变无好，这个敢若是垃圾，安尼关噗一个二个三个四个，这样啊，咱一变了，伊要互伊孤在，伊孤看伊无用，他来变喂，伊一个香菇一变一千个香菇，咱险边人伫较门啦，那搭边伫甲请，了屈牙手砍目，了这个人伫较门时，屈时阵安怎都砍咧目。卖好我人吃饭，伊讲你人客你请人客请无了，哎呀无了，看咩叫去看，这里佛在讲是雷准啦，特别伊条啲变一千个去看，这人就去看，哎呀一千个伫这边伊虾米事会做安尼样？因为伊有节贤，对佢带落来，对几那巴士，伊渐渐地巴士受戒节贤，这个就是讲 success as a result of mind make body， 因为 mind 做出来。第四号款嘅 success 係勝利 ，success by intervention of knowledge， 这个個是較这个個是較嚟咯。因为正事正几那时，一人真正节贤，渐渐节贤节到300，一人未贪就得我，未贪，特别一人还是未贪，来出事条件，按照节贤，我真正节福的感谢，我来出事。即使一般人好的方法就是讲，你讲咱无才气，咱本才气贪听着，假使清气经。但你要讲咱才气，咱无才气，阿咪说佛有伫，安怎咱无去出世，就佛会点声。所以你看伊个人遐边个人啊，故事来出世，佛会点声，你看。有一个你知无啊？伊佛一时伊来出世呢，佢在佛一时伊定就是要成死嗰路喊要跳出苦海。特别5岁点声，伊坐伫江边，伊阿三一洗衫裤，伊大伫江边，也无将一只虎大伫咧幸福港跳起来吞一个囡仔落去。你来想看一个囡仔咧死死喊，个互虎吞落去。这个虎吞落去了，怎么看只走，唔捌看到安尼大只虎吞落去，烧去甲别个金崩，遐边别个金崩掠了，嗰是一个好野人查某点无点，看到这只虎安尼大只，伊大部人无知道做虾米物件，有几千个故事，无知道正做啊。你想我，哎呀，我这只虎啊，买落去我来煮牛奶，或者拢总人食。所以这个查某你抬这只虎的时，这个囡仔。大只拉面，哇！所以看这虾米事伊未死，按你佛经再来讲 ，It was his last birth， 伊来出世做人是最后味道。这个就是讲胜利，按你讲伊会现金色了，要唱出歌响是佛一时。嗰一个查某，你看伊死，伊会得到9月，特别伊人破病死，就破病。即那时呢，早起死，下晡就去烧，咁多人话，伊下卡即，尼去烧了用茶拄桥的香菇桥，去拄着个囡仔，个囡仔去安尼去做那个就无死个讲囡仔会听到嚷啦，就嚷啦，后尾讲花了香菇落来了呀，花了囡仔出来个好好，特别目睭还嘟着一空，这个就是这生吉仔，本是未来成嚟啦。
正，福建嘅台湾发达安尼样嘅几万条嘅故事，但係我聽佢講落條人聽，已經夠100了。佢講啊，一門人冇啊，一雙啊18歲了，聽睇佢哋日頭開，拍到日啊，一入嚟開啦。所以真係就是，安尼可能人啊，一做下面物件，一勝利，一成功嘅，你家多啲去讀一死未死嘅，就度命啊！哦，所以真係就是講啊，勝利係咪即係成件事？嗰第二個行，勝利 by intervention of concentration。人若是啲集中啲精神啲集中嘅點聲。物件，伊做虾米物件，伊本成功。所以你人若是講有影會曉坐禪啦，你若是有虾米物件，你坐禪，你 concentrate，你看，伊互你 success， 若是講你用過坐，你這邊我講過一條短短故事，你看一日啊，點無點30分坐啲邊啊，然後這邊目見人坐，老人去坐禪暗暝日頭去關，啊再尾關嘅時。暗暝，將無將一個心，兩個心來，兩個心是較，一個是較歹嘅，一個較無歹嘅。按這個講，哎呀，你看到這個沙利布達，你看到這個和尚無打迄，哎呀，我就要拍去到啊，無打迄無拍袂使啊。按伊個力是真樣強，一衝落去沙利布達嘅頭殼，啊，這裡目見人看到啊。那是把都本可以拍破，但係阿咪數沙利布達未死，而你佛教嘅點聲一集中 concentrated， 所以這個就是講勝利，而你對mind無走來無走去。你人唔先看有當時激心燒物件，看燒這個唔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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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做看佢佢唔對。特別你若是你mind 就 concentrate， 你想我要做這個，我要做這個，我要做，個一項咧你集中，你做嘅物件較成功。所以這邊你看，啊，你講過會記我前下句話講一個查某，伊佇前櫃，咱會記我伊安尼一夾伊阿爸好嘢，故事聲看可人買來伊好嘢了啊，伊靠個甲別人講伊要做啊，這個伊人就。除了高沙包啊啦，伊講我要煮食，我要請會上，然後伊請一個歹查某款待伊答甫人，萬你伊答甫人較好，你要去報事，你會使報事。然後你看伊啲前過嘅時，你查某啲招待伊答甫人嘅看落來，然後你答甫人看落來，你答甫人你嘛個伊某看了個笑做安尼，這個咱未使叫歹查某，伊人嗰啲先唔知招待查某，看到這個查某笑甲啲查某笑甲查某，伊未記講伊人老人是紅只，然後伊吐紅氣，安尼行落來，伊是意思是要來吹樹甲一個頭家鳥請伊嘅，特別伊個吐紅伊注意了，特別這個查某啲前過也是真正好嘅查某，伊漸漸訓練啥物？訓練自閉性。所以這個查某落來時，伊看到這查某來看到時呢，伊發現自閉講，哎，所以這個查某真正好，伊來招待我嘅查甫人，我今日15日我談報事，伊嘅功勞，伊這邊就發現自閉心甲這查某，這查某壓力大心咯，滾滾嘅有人落啲嘅查某，伊有成個靈嘅呢，所以這個就是啥物啊？伊集中了你做白。嗰三萬我啲個故事正過我有講，你叫我往夜下前要寫伊某甲500個勁水人，你看伊三萬我啲安怎解啊？甲伊勁水人講，伊講看咱無人會救咱袂使起哄甲王，袂使起哄甲即個馬干利亞大寶二寶啲落火，唔通。咱發自閉，互王食長命，互馬干利亞食長命。伊講互甲這500個查某間，這邊王夜下前啲寫，伊個寫前拍到轉來。所以你看這個就是講啊 ，success as an intervention， 安尼個心集中，第六個
success of noble ones。这个啊，一个人若是讲伊晓节省，这个未来伊控制伊mind，伊叫mind大点点，大点点。有人叫出来看，叫你mind大伫房间里坐，头壳位你唔通是啥想，大点点袂使想半项，伊袂搞你 control。去在伊人路，你愈闲伊愈点点互你直直想。但你若是一个人，伊节省，甲伊看到四个罗汉，伊坐落去啊。伊爱点就点，伊爱想就想，伊卖乖了，像阿你单阿咧，你要定开圆本下，你要锁开四角本下，你要做开长本下，到这个就是讲，这个胜利，因为讲伊节省980了。第7项 ，success born of karma， 人成功因为有 karma。你看，一只鸟来出世，细细只也嘛无讲安怎飞安怎飞，搞个点声个毛有了一飞，这个就是佛经个在来讲，鸟会晓飞，因为伊人来出世做鸟，伊人有了一个因果力，通会使飞，会飞。有个鸟无因果力，伊有死，但是伊袂飞。你人看有个鸟伊袂飞个，伊是住伫江边去食鱼食阿咩。伊无咩飞，伊会飞紧紧的系，飞紧紧的系。所以这个不是 karma，success born of karma。而有人来出世，伊看另外特别个人，无听到你看人家己西巴巴，你看伊会晓帮人，会晓医人，伊这个是对对到咯。因为伊胜利就是对伊因果来。伊因果上面正是无得伊节省了，伊有入动，你有这个行动力，这行动力就每个有敌对伊，简直啊，伊若讲小看病，伊要医路会使医。第8项 success of meritorious actions， 这个人胜利，因为伊做好980，咱这个人啊是做好980的啊。是真正大福气的人，这就是啊，正是伊保持900。前下古路人捌听我讲一条故事，买沙甲，查某保持王，伊阿公安怎样？伊阿公欺负的点声，逐人直死，and then 剩一个说袂讲的米啊，伊叫伊某讲煮来食，伊某讲。买啲要煮做虾米来？煮做糜会食2顿，煮做饭是食一顿。了过了无了咯，不干无米通买，干了无啊！伊讲食糜本是死，食饭本是死，煮饭来食会饱了有死。咱你看伊买来迄个一角杯的米，伊来煮饭，食煮饭了的时，要摕来食的时，必这佛来。咱讲，哎呀，我若是食，我本是死，必这佛来，靠我来保持。你看伊保持了，伊安怎讲？伊吐。伊讲啊，万地啊，好我唔通看到安尼款的气氛啊！因了你看走到了，我规个建厝的人拢总走到了，无人通食。这个今日是买断啊，我保持了咯。咱伊某们讲啊，搞好了，伊某看伊好，伊某业本好，伊囝本好，伊新妇本好，伊鼓励本好个。这个就是你看。嗰一顿是真正要紧啊！食了会活，伊甘愿来保持，伊来保持就是，确定伊去困，不得摇去困，困了醒了时，教伊无讲啊，卖掉，有虾米通食无？你无再讲，目镜我就洗了啊，肥屁都无啊！你在啲气远的点声，一粒饭本人还在吹来食，所以。伊大部人讲，你个人看有虾米物件分批，但无扣几粒来互我食，摇个半死。咱你无去，无行去，他人讲伊无听话，所以行去一目镜伊就看，洗了第6了，点无点伊去到迄手顶看，哎呀，目镜人中肥啊！来让hij听我，哎呀，好肥来啊，所以咳，互伊大部人食，噗一个起来，个咳，互伊叫着，噗一个起来，无来伊出日的，出没来我厝食，这个就是成功，因为伊功德真正大，因为佛教的点声是大气无通食，
伊甘愿好食，这个就是安尼。这个是叫做切切的ramp of Mendaka， 佛的点声有，按佛的点声，你看伊从遐久的时，伊做安尼样，咱佛来出世的点声，伊个有个行动力，伊个来出世的时啊，伊就长一咧换一个衫，咧坐在江边的张经的门口，伊看去天顶，张经变甲美了，这个就是讲伊 success。做下面成功胜利，安尼个功德吧，保险的功德啊，八千八。大家好，人成功，安尼科学 science， 安佛教的点声有真正济，佛的点声本有人去研究啥物啊？研究像我捌讲一条经，短我唔敢讲上深，because我无啥物识行，讲阿无。按照人来要做公头，要做虾米？这个用science路来，啊，你要看啦，看啦，人写咧抓字有够有虾米？按照要，这个个了拢总是骗的路。特别有时来路，有当时啊，有赚无赚唔知，特别若是讲无影，按照真安尼济人吐死了去找的。所以这个是叫做 success through science， 特别赚啊 ，success through science 啊，胜利安尼科学，科学真正高，会飞天会灭地，特别飞天会灭地，唔是心动啦，伊是科学的啦。飞天是啥物啊？飞机，灭地是灭水准。所以伫这边啦，这是叫做 success because of science。特别 science 啊，逐人讲科学进步，你人想我看有进步无？他那科学伫想啥物啊？发明看，我一支枪拍砰一个人死，拍个一个砰一个人，袂用啦，一人，我他那要发明一项物件，砰落去弄做人死。啊，你人个个贪心个无要紧啊，我个砰落去卖互伊家人死啊，我砰落去互人死，伊厝唔通死啊，伊厝唔通倒，我买伊厝啊。伊病咯，伊虾米个有，所以伊人invent病叫做虾米唔知啦，虾米样物件伊讲碰落去人死，伊厝伊病咯，伊物件无死，虾米所以人袂安尼？贪心袂人嘅厝，袂人嘅病咯，天天碰落去人。当三支一百万无嘅时，伊就冇到教路你来扑啦，袂病咯，袂进去，开看喺个安啲嘅厝诶。因为进去一人啊，对啦，不啦。所以科学有进步无进步，实在是无进步，是 scientific download。你听我看这，那是搞人啊，就是相当啦。不得讲啊，大人做好一直去好的所在，唔通想讲要碰和拢总是咪，要多十项胜利。because of 一节线急路，真正多人家我节线，他那节线，我一个讲唔使节线，你用安尼样汇出来，来个咪都是讲，伊人教我这个线真正来咯，接落去汇来，了我想不出关了我直接关了，看到我动就直接破来本来好，了我讲好，安尼是样好，你人去学，我把你人去喊啊，你去试看店。当得唔使伊啊！我来懵甲人好，能了解。我贪啊，他都贪死啊！人家农村人不能行路累，特别你做一贪你贪唔知，所以这个十项，做好啊！咱们想看，要胜利之道路，唔好来出事，不来出事真，这人那是铁定。是对一个大致受戒界限，如果一项会成功，就是我人的家庭，也是亚杜头的人的家庭，这个本是对了大致受戒界限。第三项，你来出事，你这个目睭、耳啊、鼻孔、嘴，甲这个上骨。完全无完全，这个本是对保持受戒界限，这个三项，你若是做到也好事，目睭无青的，耳啊无臭鼻人，鼻孔
有人就黑飛哇，唱到20年，了你聽，人我崩潰，人我按照住崩潰，有咩有味咩？你無味到什麼呀？黑飛我上久了，有味了。所以這個是對到咯，我必須教這些。and 這個個做4項來出事，有衝動無衝動，有講道無講正，本是波的對巴士。and 來出事，骹手有完全無完全，有個人會相互好閒，啥物工不嚟做，有個相互內正，你要叫做這工我未做，這到落來，這波士受戒界線無ผิ無相，都到這邊我話講人聽。老總是對着，咱若是拜佛的人，咱愛知保持受戒界線，保持是互你一個密切的機會，受戒是互你啲要出事啲天頂，and then 界線是要做你超出這個考海。那後來我刷你個馬虎沙達的經，啊你會記我這個馬虎沙達，伊買來伊帶着某了，會記哦，到個頂禮拜我會帶着某 ，and then 遐邊死個強人按照想。哎呀，慘哦！這幾個馬虎沙達安尼搞，他來帶着一個某安尼搞，安怎做？按這個死嘅，伊人較干叫做咱想大啲七八頂都就是有干心甲有忠心，按這個死嘅干心都挖起來，咱安怎做互馬虎沙達失敗？按伊這個西那家就拍算好。咱來做伊失敗，按這先人教就講啊，咱頭鐵王嘅金器，你頭鐵一項，伊頭鐵一項，死人頭鐵4項，按這個物件，咱唔通互馬烏沙達知，咱野物件去下啲馬烏沙達嘅厝，按咱就按怎做，先人教就叫伊一個查某間嘅囡仔。頭鐵王嘅金器係啲一個菜拿，對面係雞鴨做，了雞康未雞鴨做啲香餅，特別這個雞鴨，這個菩薩嘅寶啊，這個阿媽啦，個名咩阿媽啦看啦，人家這個囡仔未雞鴨做，漸大啲門口又無去百位，了一知唔知這是哪是蝦米物件？and then 這個阿媽啦就教伊查某，教伊老仔講，我若是叫你人唔使出來。我實入去齋看，所以叫這囡仔來，你賣蝦米物件？伊講我賣雞鴨做，然後伊家康結賬，叫伊雞鴨，叫伊這鼓勵啊，那麼啥物？等你無半個意呢，無半個意咧講，伊叫迄個查某囡仔講，這個賣雞鴨做，伊講，你去叫我鼓勵到啲後尾，這囡仔走入鼓勵嘅，走去找鼓勵嘅時，伊用手望看。哦，那邊加了金器，蝦米事啊？伊也對面看叫人家做，然後看這阿媽啦是強人，這查某會去強人，所以他哋對來嘅時啊，因為講你名蝦米，你媽名蝦米，你阿爸名蝦米，你是頭家絕對，然後伊講我頭家是西那家，我媽名蝦米，安尼寫起來，按故事無抓，伊寫啲寫起來。一燒，你講你勁下做咩味了哈？那是你愛免無愛你嘅，互你去。所以，這查某就幫你勁下做嚟做走對啦，做走對這個阿媽啦就拿這個勁下做燒起來。他等過一日來，本是頭鐵王嘅這個連地，安尼你係叫咩？一個哪件對面係冇啱落。and then 本時安尼摕去互阿媽啦，了甲伊講，了阿媽啦知了，一個甲了名，講你是絕對，你名蝦米寫起來，你頭家絕對，我頭家名不顧啥，你死嘅名係叫不顧啥，你甘心死嘅不顧啥，你媽你爹，嗰一個野菜來送，那邊一堆嘅菜，王嘅這個穿嘅衫，穿嘅你在王嘅出去行穿嘅衫。and 香餅嘅，伊本寫去，你絕對，你阿爸絕對，你頭家絕對，講我頭家名叫winda啊，伊寫起來，過一個過來錯，好啥物啊？一成一百，啥物物件來，唔知伊何伊，萬多落啊！
王的金叶，迄啲叶啊对面一砍只菜啊，本是野菜来生，然后一本写起来。写起来了的时啊，自己这里写就无咁讲王啦，王的王，你买穿的王的衫，但是大日子啊穿啊，较嚟 ceremonial dress 啊，做王穿的物件进去噶了。伊讲好啊，咁也来穿，伊人去也无，伊讲无啊，噶了，哈，安怎会无？人这里写落去了，王的王。这个囡仔都直直升，直直管，直直升，直直管。他那一头铁咧物件啥物啊？大日就要抢王殿了，伊无定就安排律师 ，and then 伊要来做王了。and 这安尼就说惊，就惊咧看，伊讲我人看着，虾米事我人敢讲，我人看着伊大日一出来，伊装一般时像个王安尼，我人看了会认，安尼到底是这物件有伫个厝。咱王就知啊，咁你王讲有伊个侦探，咱个菩萨的侦探，菩萨的侦探讲来听讲，伊人落去王，咱这个菩萨就听到讲，我来去见王，咁你王就回到了，咪接受伊，叫伊唔使来，我无爱看一面，伊知讲王起哄了，咱一走转去讲互伊无听，王起哄了。人按怎做？王叫人要去掠伊来啊！特别伊未掠伊的时，伊走去咁样，去啲别个市场，真正远收根湿地，或者会大去掉两边啊，去改做一个做木镜的对啊，去教人做木镜，啲石头咯，大啲两边啊，规个木间啊，一大个木间隆重喊起来讲。马虎沙达走路，偷摕王的物件。特别唔对这个死的人就看马虎沙达走了，伊马虎这个死的人本是淡薄有白片，人的无水了就想讲下皮啦，讲啦，你大部人看他走路了，不要紧啦，我人本是抢人啦，我人会使来甲你借呗，而且阿妈啦讲回皮啊。你来啦，还没点声，我接受你啦。第二点来，别个我来写，第三个、第四个、四个写配合一个阿妈啦接受讲你来，我接受你。然后有影到咧点声来，也到这个四个月内面差不多罗仔钱啊，这伊不是王的咧，伊是一个王的军师。所以厝甲了古里罗仔钱啊济，叫伊古里罗仔掠这个死个剃秃噜菇，挖晒鬼上菇，摕车弯出来，and then 这个阿妈啦，叫古里掠这个死包的物件，内面臭晒了咧，甲头壳秃噜菇，叫人那是秃噜菇啊，那面是9岁啊，死阿爸是死阿妈就剃秃噜。所以剃秃丝的，如果叫啲野西讲鬼上古海人，人家野去昂的昂，嗱，你拆啦，你物件拍唔见，唔是毛山大铁，是这个死的铁，人家你死掉的这个气，有意思啊，嗱，虾米只可铁头铁虾米物件，系啲这个拿，出野来，这个查某干命，迄个命。这个囡仔一阿爸住，一阿妈住，一头开是这个，第二个讲，第三个讲，第四个讲，出发事噶了。但你王就请惊，毛沙都无治，他那这个死个，我那是掠去卡库，我说无法抢人，所以唔敢做半项。慢这个死个，对呀，死鬼啊，鬼上个臭味甲都讲，就挂对隆重去掌了就按照做，唔敢出来了，去吐露就听台探我懂啊，就按照做。所以唔多嗰啲王将啊，特过啊，咱个菩萨渐渐讲经给王听。呢个王将内面啊，有一个叫做白河山，王用的河山。到底咧河山有一个神，一个红光，查某的红光。这个红光啊，逐个
大啲肯定啊！即个菩萨啲讲经嘅时，即个硬讲爱听。你即句讲安怎即句亦唔捌听到菩萨讲经，所以就安怎做。唱话哦，到底王将和即个死嘅奸臣做乱做个安尼样，and then 肯定，即个硬讲呢出声咧就叫王讲，王，我好你即个死嘅问题，你就猜好啊！然後王講好，後面然後一睇見我只講嘅問題，然後王猜未出咧就安怎做，叫即個死嘢嚟，冇晒啦就冇啲啦，一走去一個博間去做木鏡啊，你安怎做啊？叫即個死嘢講我拉使出嚟，我頭殼冇帶嚟安怎做？佢叫王就做假頭毛，害人治了個只一人就來了聽，這四行猜未出，講猜未出啦！啱啱這個行光過來問王，我猜有咗冇？未啦，我死嘅兩種講未愛猜啦。然後呢行光講，我何你點聲？你若是無猜，我要收拾你性命。你做王啊！做車家慘啊！即係行講要做我死啊！我若是無猜即個，靠咩叫人坐馬車去吹即個菩薩，一個去一路東南西北地吹，然後一個去吹着大啲即個沙潤司機嘅時，看到伊大啲街路邊啲做木鏡，咱佛教時去嘅時，看到咩？看到伊啲隻。你看伊即做菩薩，伊食咩物件？伊即做木鏡，伊假做真正巧嘅人，伊訂白飯甲一碗嘅牛奶湯呀。媽那上間咱啊就規個雞鴨虎蝦攏總無啦。巧嘅時你看伊人安怎做白飯訂一碗，訂一碗了安怎做？換嗰個牛奶湯吞，訂了換了吞。白飯換牛奶湯安尼樣，所以這個人看到伊嘅時，這個人不能講哇，這個是哪個嘅？哪個看到菩薩啲只安尼講，哼，你看啦，我頭家講嘅較對喎，我頭家講搞還沒路用，但係你看你安尼搞，人看你啲食白飯配牛奶湯樣，你看搞都冇路用啊！人家菩薩講佢聽，你戇人，我叫你走出來，唔是講王趕我出，我看點聲，安尼點聲我應該閃我閃，到我點聲識嘅時，你看，伊人歡喜講我來，我用我想講我看點聲，我要做好我成功，我會成功，睇下我就啲接受這個失敗嘅時間。然後你講，到哪呢？你講，後尾王叫我叫你對，然後王何伊1,000塊，然後1,000伊貴數嘅3塊，伊就啲看咗安尼，伊這1,000塊就靠咧，伊隻頭路去頭家做木鏡嘅頭家，即做木鏡頭家頭唔知講伊是王嘅官書嚟。看伊是故里啊！即睇下講，哎喲，我嘅官書嚟做我故里啊，做做睇驚。你講你唔使驚，然後這情況伊學一個做木鏡嘅頭家，然後伊學伊了伊，王學伊一書嘅衫叫伊穿，然後冚咩去王將要來去睇這死掉嘅事。特別你看伊規身軀塗滿個了，伊倒轉去了伊看，另外塗滿伊規身軀。王想，哎呀，這個人我想伊唔是惡嘅人，究竟若是惡嘅人啊，一定要穿嘅衫，伊來用馬車，王個到底騎一頂嘅大頂嘅馬車去指責伊無用，伊是用新規身軀另外塗滿伊來找。伊講這個人若是第一，伊無安尼做，你看伊來見我亂規身軀塗滿個了，所以去教嘅時，王解講，有個人無愛做惡。因為伊過頭好嘢人未做惡，因為蝦米說？做惡是拍槍人，好嘢人我安尼好嘢要拍蝦米槍啊！
做好嘅人，下面伊惡伊無做，做那是人啊，那是出事惡，出事做好嘅啊，伊個機會要做惡較少，翹過頭會做。所以講啊，有嘅人無做惡，因為伊人過頭好嘅；有嘅人唔敢做惡，因為伊驚人講伊臭人。但係如果安尼搞，安怎都無來做，無做惡嘅話。王就是要插貪看，and then 即菩薩講王嘅王，一路來你漸漸送我物件，你如果送一個市場給我阿爸，你給我家庭真正快樂。一日一個酋長伊有惹咱，伊互咱領，互咱阿咪，咱不應該拿刀去剁嗰個酋長，袂使。所以你漸漸去斗骹手我人聽起應該是我袂使做這個物件。你講若是一個人，若是做王啊，伊若是牛啊，伊就要信事了才來做事，伊袂使。咱安尼王講好，冚咩你對去掌握，所以可以去掌握穿嘅衫好事。and then 你這邊就王就講，這個王講大啲厝，互我4個問題叫我猜，咁若是猜袂出，伊講我係頭殼要破，你大人鬥來猜，然後這邊伊頭這個4項，蝦米物件，伊用骹甲用手來拍你，打你面，你無起哄，你個真正笑，蝦米物件來，你人猜得出無？這個物件拍路，如果無起哄，如果係咩物件來？啊？想袂出啊！這個囡仔，你會驚，你抱緊，伊啲睇下啲歹了。一卡踏入一邊拍了，一手拍了邊，一個死啦，你過嚟跑啊！死啦，你過嚟跑啊！你過嚟叫你拉咩啊？我過嚟死啦！一就拍，一就踏，你就笑。頭一行，你咧人講小伊一個鴨內面一個天頂嘅噴水，王個小伊頭一個問題。第二項 ，she abuses him roughly， 這個查某直直叻直直罵，特別有那叻有那罵，伊個有那愛你我甲伊 ，and 伊個是真正親，蝦米物件來？看好啊，愛情。我查某打你行家，衰呀路，叫我9點來我話那路就，我 make me wet like a bloody fool。sorry 啦，特別那是打你行家咯，你個大伯講 sorry 啦，OK 啦，攬落去咯。所以嘛，佢靠快變我咯，我衰呀路就冇別說路，碰上個碰大海啊！特別係這裏是大家很嘅，所以講出嚟，你講 actually 啊，大家係咪？嗰一項，這裏是第三條，第2條啊，第2條上是 abuses him wrongly， 罵伊真係慘。特別有那罵是驚，係講一驚哇，一就驚啦，是驚來啦。哇！甲伊，這個我鬧出了都唔好聽啦嚇。這個看，所以菩薩講啊，王嘅王，這個是一個阿嬷，伊個囝甲7歲，伊個阿嬷叫伊去摕物件。去啲咧，阿爸去做菜園去拿這個物件，好咧，阿爸。我唔係去，
你好我这个物件食，我就爱食；你好我巧克力，头故事无巧克力啦。啊，咱讲就伊讲是 sweet meat 啦，你好我你白煎，好我几地我就爱去。你好，阿妈好，好了，食饱了伊买去。啊，你看这买去了时，你看阿妈按照做会多，四鬼都老家，老下了个买去啊，给康家查怕，对呀。惊走啦，真力走啦！伊老家咧知唔对咧，伊走啦。特别阿妈堆是家家堆，家家堆啊！其实阿妈要堆堆就对，特别家家堆。and then 啊，阿妈大妹大妹，按照大妹大妹，是个路堆路走路到走路唔通堆来路唔通堆路堆来我咬天嘅，不叫叫堆我路死。但係阿媽安尼樣，這是嗨。啊！咱囝呢唔知，囝呢講啊，唔敢對，唔敢對阿咩啊？佚佗幾日，佚佗了，唔敢對去親戚嘅厝。阿媽安怎囝無對，安怎囝無對，佢叫媽啲誇心。所以人囝聽我看，阿媽誇心，誇心阿媽是咩是咩，心無咩。所以安怎做？阿媽才來去找囝，找囝了時看到囝啲親戚嘅厝。囝位囝，阿媽是講命無做嘅，然後我就諗就緊緊，這個是安尼，這是第二條，第三條是 revelation without cause without reason，這個查某啲啲咩，無理由嘅咩，特別有那咩有那少，是他媽想話講大家係㗎啦，所以呢，你可聽台上不來你負責呢。哎呀 ，sorry 啦，我要來較早，我阿爸叫我去買物件，買阿毛粉互伊，安尼啦就是安尼，我阿爸啦 ，sorry 啦，好無？但是佫有啊，嚇啦，你講你大寶跪落去啊，俾傻見面啦 ，OK 啦，了來啦，了第三，所以這個個了一睇，第四項啊，這個人來了厝來生來食來啉。如果原在無起航，你拉薩真正歡喜，蝦米物件來？你人逐個去做好事，人啊叫佢上去，來了招去那啦，我食啉，大項，你對個嘢物件對，伊來生你好多了你，特別如果真正歡喜，啊你伊接受嘅物件。有查某波斯，你知無？樣樣就驗物件來，伊看你食無？我記住我老師，咱你知我，但唔知處處講，我人聽講我老師啊，你20幾人摕20項藥來互我食，大人厲害嘅是，算我食啦，真好啦，我就要應酬人飲啦。他跟過一個，我跟過一個來，算我再食藥，真係真好。這個後面叫做後面大檔，食啦！我不做啊！我先我全被分了哦，食啉，這裡啊，我自己我先去食20幾項，我嘅腳穿褲較大流，那邊啊，飲啲鹹水啦，攏總攞起啦，腳本有啦，下面本有，所以上當時我人個太陽你人唔知啦。你人有個看物，我根本看路食無啊！咱嗰陣時到底講話看也袂記唄，啊袂做些全都食起啦，咁咱無食就咪啉啦。所以這個就是講啊，第四項是安尼樣，伊食伊啉伊爽，如果真正歡喜。這裡啊，保時嘅人啊，伊看你會想食嘅物件，伊歡喜有，你看伊無嫌我嘅物件，伊食，這裡就是安尼，所以猜這裡4項落去啦。伊就猜到呢4項了嘛，嗰啲紅光嗰啲笑伊，紅個笑伊，佢自己紅光，今日去啊，你是做為commander in chief，同人話咩啊？不啊？像部嘅war minister 啦，哈，做人話啫，你是做啊長官就得啦，我嘅長官啦，commander啦，你去個安尼辦格了，你教嘅時啊，去安尼辦格，佢哋死嘅擔心，褲卡錯硬，
所以后日大咱个看甘心拍众神啊，所以到这边为止点钟，咱来回向，就对我，因当。